佢哋嘅設計好多都好有內涵，而且佢哋亦都非常之中意咧帶出一啲 vintage 嘅味道本色。咁就係你既要保留住以前歷史嘅基因，又唔能夠同現代人嘅呢一個審美脫節。嗱，咁而每一個細節咧都考呢一個設計師拿捏嘅功力。咁於是咧就出現咗呢一款復古國標嘅構思啦。Hi， 大家好，歡迎收睇國潮頻道。咁喺2025年嘅10月份咧，泛之嘅創辦人李斌先生咁就同中國鐘錶協會嘅國標組組長李維先生合作，咁而足足用咗半年嘅時間，就反覆打磨出一款就係泛之與上海手錶博物館嘅聯名系列。嗱，咁而李斌先生當其時就同李維先生講：我想做出一個帶有中國人精神嘅情感手錶，咁就唔係求其咁抄個款或者一啲簡單嘅復刻，咁而係想將呢一個大家一望落去就認得出呢一個係記憶入邊嘅國標味道。而今日想介紹嘅呢一款國標嘅聯名款咧，就係想將呢一種感覺有情感嘅國標帶翻去我哋日常生活裏邊。咁大家知唔知道，其實一啲復古手錶最難搞嘅地方係喺邊度呢？咁就係你既要保留住以前歷史嘅基因，又唔能夠同現代人嘅呢一個審美脫節。嗱，咁而每一個細節咧，都考呢一個設計師拿捏嘅功力。咁於是咧就出現咗呢一款復古國標嘅構思啦。設計初心以細緻嘅打磨。設計嘅第一步當然就係為呢一款手錶揾出佢哋嘅靈魂，咁即係機芯。嗱，咁而泛智嘅團隊裏邊咧，反覆咁去篩選，最後咧就鎖定咗係呢一個統一機芯。嗱，咁而呢一款機芯嘅誕生咧，就喺1970年代，咁由北京、天津、上海多個唔同嘅地方頂尖嘅錶廠裏邊科研嘅機構組成，咁而正式成立咗國家級嘅設計組。咁而喺當其時正式咁推出咗呢一款叫做統一機芯。咁而呢一款機芯嘅出現咧，徹底咁改寫咗中國製錶業嘅歷史。咁而佢嘅出現令到生產線成本低咗，維修亦都係方便咗。咁唔單止係當年嘅國標工業標誌性嘅成果，咁亦都係因為佢嘅性能穩定、時代感強。而當年咧，亦都無數嘅普通人有住呢一個戴錶嘅記憶在體。咁而泛智揀佢就係想延續翻最核心嘅品牌理念，咁就係令呢一個手錶能夠走入普通消費者嘅生活裏邊。我哋再繼續講下呢一款經典嘅機芯。而泛智咧並冇將原版照搬，而係做咗當代化嘅升級，用鏤空嘅機床精雕甲板嘅菠蘿紋，而主甲板咧就打磨魚鱗紋。咁而大鋼輪就用咗呢一個拋光嘅處理，咁樣就可以保留統一機芯嘅穩定性能，咁又可以提升到機芯嘅觀賞性。可以話係泛智喺基礎機芯裏邊咧，完整咁利用咗當代國標嘅一種優秀典範。咁雖然機芯就定好啦，咁但係喺標殼上面嘅選擇咧，又係一個難題。嗱，咁喺1960年至1990年喺當其時國標嘅標殼咧，其實就真係五花八門。咁而點樣先可以揀出一個大家最熟悉嘅味道呢？仲要帶出一啲歷史嘅歲月感。咁而最後亦都係要回顧初心。咁最終都揀咗1970年老上海款嘅鮑魚殼形做原型。咁而喺嗰個年代咧，手錶唔係一個奢侈品，咁而係家家戶戶嘅情感載體。咁而揀咗鮑魚殼形，就係想幫助大家呼醒翻呢一份集體嘅回憶。咁而喺錶蓋上邊就利用咗老上海經典嘅龜背造型，咁而貼合手腕嘅曲線，同時呢一個錶殼亦都加闊咗。咁而手腕嘅接觸面積咧就大咗，咁而戴起上嚟比起圓形咧就更加舒服。泛智連錶帶嘅設計咧都亦有考慮，咁啊用咗當年最流行嘅花里布料 tweed， 咁而重橫交錯嘅感覺，同埋呢一個視野嘅衝擊。當大家睇見嘅時候，或者再戴上手，唔知會唔會即刻就感受到呢一個年代感呢？情感嘅共鳴。諗住最簡單嘅設計，其實就係最難。泛智咧將復古嘅設計上邊遇上一個核心嘅挑戰，咁就係要保留歷史嘅基因，又要配合翻現代人嘅需求。咁而每一個細節嘅處理改動咧，佢哋都要拿捏得非常之準確。嗱，咁而最初老上海圓形嘅手錶直徑咧就係35mm，而錶耳咧就係18mm。咁但係後來發現35mm如果放喺現代人嘅手腕上邊咧，錶盤同埋呢一個錶殼嘅比例可能會顯得比較局促，咁而又唔符合而家嘅佩戴審美。咁如果做得太闊或者係太窄咧，又冇咗呢一種精緻感。咁而最後決定咧，就將呢一個錶殼嘅兩邊咧就加闊咗0.5mm，咁而整體嘅直徑咧就成為咗36mm啦，亦可以留住呢一個復古嘅輪廓之外咧，簡直就係呢一個和諧嘅黃金比例。而泛智佢哋對呢一個錶耳嘅調整咧，亦都非常之講究。咁而錶耳嘅闊度咧就增加到去19mm，咁而整體嘅錶殼長度咧就大概係44mm。咁你可能就會問啦，咁點解會係19mm嘅？咁其實咧個答案就係因為18mm嘅錶帶咧望落去就可能會比較窄，咁要20mm咧望落去嘅效果又反差大咗啲，咁所以19mm咧就啱啱好。
咁而整體嘅視覺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再加上19唔單止係一個尺寸，佢更加係記載住1970年中國鐘錶業裏邊嘅一個極速發展嘅時代符號。再講翻呢一個錶盤設計方面啦，咁就係守舊與創新，咁而之間咧亦都要揾到一個平衡。咁而呢一款就以上海手錶博物館裏邊嘅館藏錶款作為靈感，咁而保留咗呢個經典嘅長條指釘同埋十字線嘅元素。但細節上佢哋將呢一個現代化嘅改良就擺咗喺邊呢？咁就係呢一個錶盤上邊嘅數字，將呢一個3、6、9、12四個數字嘅刻度咧就加粗優化，咁令到佢哋成為咗呢一個視覺嘅焦點。外圈嘅分鐘刻度同埋內圈嘅字釘咧就分層排布，而分鐘嘅刻度再對應翻1/10嘅比例夜光點。要做到一隻手錶一戴上手就有呢一種情感嘅共鳴咧，其實好多時候就由呢一啲細節開始。而當我哋嘅手錶緩緩咁轉動嘅時候咧，其實喺錶盤嘅直線暗紋裏邊咧，跟住呢一個光線嘅變化而閃動。咁而我哋就見到好似一啲老電影菲林裏邊嘅紋理咁樣，可以瞬間咧就將人嘅感覺咧拉翻去舊陣時。咁再加上嗰支紅色嘅錐形秒針，就已經能夠將實用性同埋呢一個復古嘅美感咧，完美咁融合埋一齊。所以話咧，有時候手錶嘅設計真係要了解下佢背後嘅故事，咁先知道咧，原來係有咁多細緻嘢嘅。咁大家都可能忽略咗。咁而呢一個咧，點解就係我哋國標國詞一路最堅守嘅就係手錶說故事嘅原因啦。好啦，講咗咁耐，唔知道大家對我呢一款有情懷嘅統一機芯聯名款咧有咩睇法呢？咁或者你哋以前屋企人咧有冇一隻同樣好似呢一款手錶咁呢？咁啊歡迎大家可以留言話我知。咁如果大家係想要睇實物嘅，可以去到我哋嘅佐敦裕華國貨嘅中華國錶裏邊咧就詢問翻或者係試戴下。咁如果係唔方便去到我哋門市嘅，咁亦都可以打電話聯絡翻我哋嘅門市同事，咁就可以講解下一啲資訊啦。好，又係時候要同大家講再見。我哋嘅呢一集國潮腕錶報道咧完畢啦，下一集再見，拜。